廿三度，但是马太理解是讲未来有一天啊，伫末日的时阵，耶稣有迄个官兵，廿三度搁过活起来。所以马太伊所想的甲耶稣所讲的是有一寡出入啊。耶稣是马上立刻廿三度就会过活，但是马太的观念是啥啦？将来有一天有影伊会过活。所以最后耶稣有指出，人会通过活的凭据。所以耶稣讲过活甲活命是在伫我，信我的人虽讲死，要顾要。既然我来信我的人，一定袂死。伫中文的圣经是讲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。但是这句话伫原文的意思是讲，我就是过活甲活命。耶稣伊所讲的，我就是过活甲活命。既然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就是基督，是上帝疼的人，拢会通享受迄个过活的活命，因为咱信就会通得到。耶稣捌甲迄个半暝来拜访犹太人的官，迄个尼哥底母，伊提出，伊讲我实实甲你讲，人嘛无顶头生，就会看见上帝国。也保罗也捌提醒每一个对耶稣的学生讲，所以人若建伫基督，就是最新创造的，有的代志已经过去，他拢变成最新的。无论是耶稣所讲的顶头生，也是保罗所讲的迄个新创造的人，其实拢是咧指同一项代志，就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咱拢会通得到一个过活的活命。什么是过活的活命？过活活命毋若是咧指肉体上的过活，其实伊搁较强调就是属灵性命的过活。迄个属灵性命的过活，就是咱甲上帝关系的恢复。咱因为罪，互耶稣除去，搁再一摆称做是上帝的儿女，咱恢复上帝儿女的身份，会通甲上帝亲近，并且迄肉体过活是咧讲的，就是第二摆耶稣降临的时阵，上帝互咱有一个新的形象。迄个新的形象，毋是咱会通理解，毋是咱现出是一款的形象。因为咱无看过，咱无度知影讲到底是什么款形象。当时迄个新的形象，是代表一个新的身份，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所以当耶稣第二摆降临的时阵，咱就要得到一个新的形象，迄是肉体的过活。而这个过活活命，要永远徛起伫上帝国国度中间，并且甲主耶稣同徛起。然后这当主耶稣对咱讲，我就是过活甲活命的时阵，咱是毋是会通真正理解这项事，甲咱的性命有啥物款的关联？咱是毋是有活出主耶稣互咱迄个过活新的性命的诠释出来？若是无，是啥物款的问题？互咱由我迄个老的我、旧的我来过生活，是啥物款的代志阻挡咱甲主耶稣中间性命的连结？点解是因为咱犹原是要家己做主，咱犹原是要家己做王，咱袂放心将咱的性命交代互上帝。其实要持续维持这个过活活命并无困难，是在于咱的决心。亲像当初咱愿意认罪悔改，并且决志要来接受耶稣成做救主，迄款的感动同款。咱是毋是想起当初咱决志要信耶稣的时阵，迄款的感动？伫第3世纪有一个神学家真有名，点猜咱知影？奥古斯丁。奥古斯丁伫少年时阵，好像就是一个浪子共款。伊毋若是规工伫遐放纵私欲，伫遐甚至甲一个查某囡仔10几岁时阵，甲一个查某囡仔同居啊。好像就即个时代，咱也听讲有人同居，敢若无讲真要紧吼。
过去迄个时代，若是发生即款诶代志，其实就是会互厝内来看出去，甚至互社会看做伊是一个毋正囡仔，互伊甲一个查某囡仔同居，佫生一个囡仔，生一个囡仔。好咧，交代就是讲伊诶老母莫妮卡，伊每一工拢替伊诶后生奥古斯丁祈祷，伊替伊后生流目屎祈祷31年久。最后伫圣神感动下面，伊有掀开圣经，然后读到罗马人书13章13节，经文安尼讲：所行着端正，亲像伫咧死，无伫放纵酒醉，无伫好色邪淫，无伫三更怨妒。即段经文互伊感觉有真大诶感动，所以伊来彻底悔改。